你以為青春一代去茶飲店拎住杯檸檬茶就係為咗解渴，順便打兩鋪王者？錯晒啦！真相其實係為咗及女。2024年，中國生式茶飲市場規模超過3500億，全國門店數量突破40萬，平均每個年輕人一年要飲22杯奶茶，其中75%消費者係女仔，95%26歲以下嘅女仔已經實現奶茶自由。一到週末，商場茶飲店嘅人流比平時多出30%，靚女盛裝打卡，男仔假裝開黑，結果成間店變咗青春荷爾蒙廣場。男仔口口聲聲講去飲杯嘢，順便打王者，其實內心打嘅唔係機，而係今日撞唔撞到靚女。你諗下，週末行商場，幾乎每間茶飲店嘅門口都大排長龍，前面嘅靚女攞住一杯芝士奶蓋，背影仲要擺好 pose 等朋友影相，後面嘅男仔戴住耳機，手機打開王者，但眼神明顯喺場內巡視。點解茶飲店會變成咁？首先，氣氛到位，價錢實惠，一杯飲品15至20，場內燈光柔和，冷氣又舒服，坐得耐都冇人講。茶飲店火爆，早就唔係茶飲本身，而係一個低成本、面子十足嘅社交劇場。數據說明，女性佔生式茶飲市場60%至75%，主力群體係22至30歲白領同學生。對佢哋嚟講，一杯奶茶已經唔係奶茶咁簡單。第一，打卡需求，奶茶加濾鏡等於朋友圈必備，唔係杯嘢有幾好飲，而係拎住杯嘢影相有幾超。第二，環境舒適，比起 KFC、麥當勞，茶飲店更正、更時尚，啱晒約朋友傾偈。第三，身份標籤，點單選擇都係人格表達，點無糖小冰等於注重健康，點芋圓波波等於自己有少女心。女仔去茶飲店嘅核心其實唔止係茶飲，而係一場場景消費。咁另一邊嘅男仔又點樣呢？佢哋嘅表演通常都係咁㗎，打開個遊戲，戴住個耳機，扮到好專心，台上邊嗰杯檸檬茶飲咗1/3就會放低㗎啦，眼神根本唔喺手機嗰度，而係喺門口排隊嗰堆女人身上。69.8%嘅消費者每個星期會買2到3次茶飲，尤其集中喺週末。講真，茶飲店就係新時代嘅暗戀劇場，有啲男仔仲會假裝偶遇，例如開口問唔好意思啊 ，WiFi 密碼係乜嘢啊？其實目標根本就唔係上網，而係同前面嗰個靚女搭訕。80後、90後以前約會多數去酒吧、網吧、KFC、KTV， 到咗00後、10後，舞台已經開始轉移茶飲店。數據話俾你知，下沉市場茶飲增速最快，3線以下城市年均增速22.8%，預計去到2028年佔比超過一半。亦即係講，就算喺鄉鎮，茶飲店都變成青春男女最熱鬧嘅集聚地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